这个球再投打击出去，安打，比赛结束，金冠军兄弟象队。王光辉击出了这个右外野方向的一个德州安打，平飞安打，打赢了这场比赛，也打下了职棒3年的金冠军。兄弟象队打到了13局的后半，最后以9比8击败了这个联军，4胜2败的战绩击败联军，获得了金冠军。我们请李一中先生为我们做球赛的全场讲评。这场比赛到最后关头真的是高潮迭起啊！黄平洋两好没坏，其实他这一球没有必要那么急的丢好球，他可以用1、2颗坏球来吊一吊王光辉，把他心里面弄得比较急一点，然后再来决定投制胜的一球啊！这场比赛啊，整个过程充满了戏剧化。是的，今天这一场金冠军挑战赛第6场的比赛呢，打的时间超过了5个小时，打到了13局下半，靠着王光辉再见的一个中间方向安打攻下了1分，最后的比数9比8，也是兄弟队呢继总冠军之后锦上添花，再为兄弟队拿下了这个空前的一个金冠军，也可能是一个绝后的金冠军。